亞洲足協盃 H 組，南華最後一場分組賽，主場0-3輸俾春武里。林普斯報道。紅衫嘅南華賽前肯定出線無望，只求踢翻場爭氣波。最搶鏡就係陳少琪試下車身起腳，之後遠距離又見到佢，夠晒俾心機，就算背住龍門勉強都製造到緊張鏡頭。南華今季失落聯賽同銀牌錦標，下屆冇份踢亞協盃，呢場搏到盡，但陳少琪換邊之後都係冇法子入波。到春武里反擊，李爾攞翻個波之後轉身射穿葉鴻輝大細龍門，60分鐘打開紀錄。呢支泰國球隊雖然穩奪16強席位，但要爭取首名出線一樣冇話放鬆。7分鐘之後，葉鴻輝立唔到個波，伊泰就射入空門2-0。南華今場推出門票買1送1優惠，最終入場人數都超過3600人㗎。咁可惜少林兵都喺球迷面前大敗一場，伊泰又整多粒，春武里贏到3球。南華之後再攻上去，但後備上陣嘅基士文想破蛋都係冇計，同之前作客春武里一樣，南華再次0-3輸俾對手。小組1勝2和3負排第3，結束今屆亞協盃之旅，而春武里就以首名出線。有線電視記者林普斯報道。